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54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咱同款要来讨论说文解字内底的形声字。各位拢知，这个形声字伫说文解字内底占超过8成。这个形声字的声母到底安怎变化？咱今日就要来讨论，了解这个变化，是毋是有可能有法度帮助咱去找到正字？另外，小张定考0分，这字定咱开出合喙拢会去讲到，但是到底安怎写？今日小张嘛要来分享家己的讲法。一开始，咱先来讨论形声字的特色。形声字的韵母是固定的，声母较有弹性，较有变化。这个观念，小张已经讲差不多500摆啊！这是可信认证的哦，绝非空穴来风。根据小张个人的观察，这个声母的变化较抓袂准。搁讲一摆哦，这是小张个人的观察。若是各位有无同款的意见，欢迎批评甲指教。虽然这个声母的变化较抓袂准，但是咱会使甲分类分作3种。第一，7、8成的声母互换有理路可循。根据这个理路，小张甲整理做一张表。第二，伫文白音之间，声母有可能会消失，嘛有可能会出现。等一下，咱会举例说明。第三，上头听的，因为这种的变化无规则、无理路可循。咱即马先来讨论第一种的变化。这个声母互换有理路可循，小张就按照这个理路，甲整理出来这张表。但是小张伫这个所在要讲好清楚哦，小张无遮敖啦。这张表其实有真侪网友、有真侪朋友甲小张斗3工。小张捌讲过，这张表毋是万能的，但是有法度解决差不多7、8成左右的问题。咱继续来讨论3种变化内底的第2种，咱用这字红来做说明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将密光声，这个光甲红的中间其实就是高甲好在互相替换。咱即马来看小张这张表，高甲好都写伫同一排，所以这两个声母确实会使互换。咱讲到倒为止，拢是在讨论文音。伫白话音内底，这个好的声母就会去消失哩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：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。这字红就是这个用法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将为原声，文音就读作原。这个原无声母，安怎用法？原句就是用这字原。咱即马来讨论白话音。伫白话音内底，这个好的声母就会出现。安怎用法？讲远就是用这字远。用拄则这两字，就有法度证明小张的理论。伫文白音之间，声母有可能会凭空消失，嘛有可能会无中生有。讲完第2种，咱即马上就来讨论第3种的变化，也就是无规则、无理路可循的变化。亲像高甲倒这两个声母，伫一寡情形下里，确实有互相替换的现象。咱即马来看小张这张表，高写伫第1排，倒写伫第4排，虽然有差较远淡薄啊。但是这两个声母，根据小张的观察，确实有互换的现象。即马一定有人要甲小张问：小张，你讲这两个声母伫一寡情形下里会使互换，到底有影无？有法度举例说明无？当然嘛有影。小张即马来举第一个例，你就会了解讲这款的字伫咱的生活当中确实存在。伫咱的生活当中用到的字，当然就是常用字嘛。第一字，咱就来讨论这个字。伫汉典内底有记录甲真清楚，这个字有2个声调，会使读作第2调，也就是虎的声调，嘛会使读作第7调，也就是唱的声调。安怎用法？家己人，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毋是读作安尼，无安怎读法？大部分的人拢读作家己人。这个所在就是高甲倒这2个声母的互换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。伫厦门地区有记录甲真清楚，高甲倒这2个声母会使互相替换，所以这个字会使读作教，嘛会使读作道。伫台湾闽南语用字汇编这本字典内底，嘛记录甲真清楚，这个字会使读作道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小张，我还有20分钟才会到，这个所在就爱读作到。这个到
甲斗的中间其实就是哥甲刀在互相替换，是毋是像小张讲的同款？这个字伫咱生活当中拢算是常用字。刷落来，咱来看这幅图，风台拄过，有一寡阿兵哥在帮忙打布棚。一般的人拢会甲这字打写作这个字，但是小张认为无妥当。安那会无妥当？你看，伫明代小说内底，就用这个字用手打凉棚，写甲清清楚楚。是安怎讲用这字就无妥当？你毋着讲好清楚？咱即马来讨论这个字。小张甲空虚字典原封不动甲抓落来，七看八看，正看倒看，安怎看，意思都不对。各位一定要注意哦。近代中文的用法，若是甲文册记录的意思有出入的时阵，真有可能这字都毋是正字，正字可能另有其字。这个近代中文当然就包括明清的文学甲小说。小张，你讲写这字打无妥当，无咱爱写倒一字，你毋着紧讲。小张认为应该就爱写这个字。伫厦门地区，这个字会使读作假，安怎用法？哎哟，看这个人的架势是要来冤家的哦。这个假就是这个用法，当然嘛会使读作假。这个假甲打的中间，其实就是哥甲刀这两个声母在互换。咱若是甲读作打的时阵，就足顺的啊。打布棚、打布景、打戏台啊，拢会使用这字打。后摆唔通阁写这个字啊，无意无事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讨论这个字，这个字确实会使读作答，嘛会使读作打。这个字安怎用法？小张即马来举例。做囡仔的时阵，小张当当甲阿公阿嬷伫厝里咧顾店，人客若来的时阵，会甲小张问安尼：恁兜的烤地油安怎卖？你内行的，阮兜的烤地油纯阁香，一罐100，两罐算你180就好。若是要买3罐的，3罐才2.5，无大紧，顺续加一罐香油给你。写这字打敢有合理？当然嘛有合理。咱来看文册安怎写。附也，顺续加一罐香油给你，就是顺续付一罐香油给你，意思完全正确。咱若是头脑甲转一下，知影讲哥甲刀这两个声母会使互换，咱就会使去找到正字。咱即摆顺顺续续来讲一句台湾俗语：食鱼食肉也着菜价。菜价这两字其实就是倒装的啦，意思就是爱价菜嘛。价菜安怎写较妥当？当然嘛是爱写作安尼。这个价菜甲配菜都是同意思的嘛。写这字唔正有妥当，唔正有意思。搁说落来，咱来讨论这字角。伫前汉律历字内底有写甲真清楚，这两字相通。这个字要安怎有法度读作答？我嘛实在是想无。参教育部就甲写这字摕，代表这个字就是来代班的。话讲倒转来，答就爱写倒一字，才算是正字。小张认为这字角就是正字，小答就写作安尼，角甲答的中间其实就是哥甲刀这两个声母在互换。口说无凭，咱即马来看文献安怎写。伫淮南子内底就写这句话：机兵离小答，小答其实就写伫上古文献内底。搁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，同款是咱生活当中的常用字。伫漳州有记录甲真清楚。哥甲科这两个声母若是互换了后，这个字就会使读作狗。狗就是写作安尼。即马一定有人要甲小张问：哥甲科这两个声母敢真是会使互换？咱即马来看小张这张表，哥甲科就写伫同一排，有影会使互换就对。搁一摆证明小张这套绝对毋是好笑的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要来分享另外一个讲法。小张这个囡仔真好喙斗，摕啥予伊，伊拢食甲真欢喜。喙甲口这两字本来就是同义连词，所以写做伙一点问题都无。这个狗甲斗的中间，其实就是哥甲刀这两个声母在互换。咱即马来讲另外一个主题，用这字口为例，咱就知影讲这个声母就是哥甲科这两个声母在互换。小张认为这个刀甲第一排的声母真有缘。安怎讲真有缘？小张即马就要来讨论另外一个字，就是刀甲哥这两个声母互换的字，就是这字。这个字会使读作母，嘛会使读作牛。伫江波甚至会使读作义。
这个字是啥物意思？咱来看中国文册安怎写。伫玉片内底写呢，见也，道路相逢也；伫公文内底写，不期而会也。这个意思是毋是就是咱闽南语内底讲的相拄会着？这个拄甲语中间就是刀甲鹅这两个声母在互相替换，是毋是甲小张拄则讲的同款？这个刀的声母甲第一排的声母真有缘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要过来讲另外两个重点。这个伊甲有，若是当作韵母来使用的时阵，时常会使互换。咱即马翻头转来看这个字，伊甲有的韵母就伫遮在互相替换。这个声母要安怎解说？咱即马过来看一摆小张这张表，无甲鹅这两个录音就写伫同一排，确实会使互换，无毋对。是毋是像小张讲的？小张这张表虽然毋是万能的，但是会使解决差不多7-8成左右的问题。咱即马继续来讨论新的字，这个字会使读作动，嘛会使读作动。教育部的网站内底有记录这句话：起骹动手，这个所在就爱读作动。这个刀甲哥的声母互换了后，这个字就会使读作工。这个工安怎用法？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你两个是安怎搁相拍？老师，这摆是小张先甲我讲的啦。这字工就是这个用法。一寡较少年辈的朋友已经毋捌听过这个字啊。这字工到底是毋是这个用法？咱来看这句台词。这句话较粗，所以咱就莫读。但是工就是这个用法，绝对无错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。这个字伫厦门地区有记录甲真清楚。哥甲刀这两个声母会使互换，所以这个字会使读作家，嘛会使读作地。安怎用法？关价砍就是写作安尼。小张，你哪会讲关价砍？人阮拢嘛讲关价减，是毋是搁另有其字？咱即摆搁来看一摆小张这张表，科甲鹅嘛写伫同一排，所以这两个声母同款会使互换。所以讲，咱要甲读作关价砍嘛会使，要甲读作关价减也可，拢会使。即摆一定有人要甲小张问。小张是安怎关价的关？你甲写这个字，咱即马来看另外一个字的解说。这个字就是拎包包，就爱写这字拎。伫玉片内底写呢，手悬念物也；伫律师稿内底写官词也。所以关价的关，就爱写这字馆长的馆，才是正字。咱即马神神煞煞来讨论一文这句话。原来拎包包的拎。也阁有另外两种的写法，为何有这种现象？各位一定要了解一个事实：古早不比现代，无报纸、无电视通看，当然嘛无手机通用，所以有真侪人知影字安怎发音，但是无字通写。好理解在无同款的地区有无同款的咬人，因用无同款的声符来造字。是安怎就用这三个声符来造字？真简单嘛。因为这三字共音嘛，摕来做声符拄拄好嘛，这就是形声字的造字原理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，这个字会使读作叫，嘛会使读作告。伫咱台湾，这两字会使读作结告，嘛有人读作结教。这个字读作结教，敢有道理？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，这字就是结教的教，另外这字就是水沟仔的沟。两个字拢是同一个声符，所以读共音完全无问题。这字教安怎用法？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去伊起买家具，转来需要家己斗。这个所在就是哥甲刀在互相替换，所以教就会使读作斗。咱来看公文安怎写：计也、合也、成也、改也、乱也。这5个解说内底有3个会使摕来用。所以斗袂肉，斗袂好势，嘛是用这字斗，写这字斗百面通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，这个字会使读作动，嘛会使读作动。安怎用法？小张甲我同年，小学同班，鞋仔嘛穿同款。伫这个所在，就是刀甲哥在互相替换。同款口说无凭，咱即马就来看文献，伫《黄帝内经》内底。就写这句话，相共就写伫上古文献内底。咱若是写这字共，
是毋是比这两字搁较有道理？尤其是尾啊这字，这个字根本就袂使读作共嘛，这个字就爱读作全。啊，说文解字内底嘛写甲真清楚，这个字就是完全的全的古早字。讲完这字共，咱即马就来讲这集的上尾啊一字，就是这字。小张定定可能分，这个定是第三调，咱若是甲接倒转去，咱就知影讲本调就是第七调，也就是唱的声调。所以这个字的本调就爱读作定。各位若是捌看过台语黑白讲第3集，就知影讲这个音甲影会使互相转运。所以这个定若是甲接倒转去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文音读作定，文音读作定。咱若是甲这个声母高甲低互相替换了后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可能的文音读作经。小张有倒一字读作经，你毋着紧讲。小张建议就爱写这个字，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。节夜、将密、经声，伫讲文内底嘛写甲真清楚。固定切音就读作经，伫字内底写呢经者道之常。伫讲文内底嘛写这两字经常也，所以经常就是共义连词，正港的共义连词。伫国语内底写作常常，是毋是有可能伫咱闽南语内底甲写作安尼？咱即马翻头转来讨论这个例句，小张定定考0分，伫国语内底就爱写作安尼。小张常常考0分，是毋是有可能伫咱闽南语内底？咱取另外迄个字，甲写作安尼，小张行行考0分。咱搁讲一摆，这个字上原本的文音就应该读作经。根据音甲影会使互相转运的原理，这个字的白话音就会使读作行，第7调的行。啊，搁来，这个高甲倒，若是甲互换了后，咱就会使得到另外一个白话音读作定。所以讲，小张定定考0分，就爱写作这两字。小张会去得到这个结论，完全就是用方法去咧找字。各位若是有搁较好的用字，搁较好的意见，麻烦甲小张指点。咱来讲结论：第一，形声字的韵母是固定的，声母较有弹性，较有变化，这个观念是可信认证的。第二，形声字的韵母，咱甲分类分作3种的变化。第三，伫这3种变化内底，上头疼的，就是无规则、无理路可循的变化。伫这集内底，小张用声母高甲低互相替换来举例说明。第四，这10几字拢有可能是高甲低声母互换的字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